远景进到超商里面，眼前的男子正在柜台领包裹，领完了想走，下一秒直接被警方拦住，压制在地。现在涉嫌诈欺案件。我唔知啊，压制了，压制了。眼前这名36岁蔡姓嫌犯还想狡辩，但徒劳无功，接着被警方上铐。原来警方是接获报案，被害人遇到求职诈骗，对方要求他寄提款卡到超商，被害人寄了之后越想越不对，赶紧报警。一名诈欺案被害人因求职遭诈骗而寄出的提款卡包裹，将于本市某超商门市被领取。警方随即派员埋伏查缉，顺利成功查获前来取件的蔡姓犯嫌，并当场查扣行动电话、金融卡及信用卡数张。警方进一步调查，还发现这名蔡姓男子同时遭到嘉义台南地检署和台南地方法院等地发布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送办。也提醒民众求职时千万不要把提款卡寄给诈骗集团，以免落入诈团陷阱。东森新闻在嘉义的采访报道。